和小说女主的区别。放下，你去洗手。你當我係咩啊？真係你當我係咩啊？800萬啦，800萬我真係走，800萬高啊，600萬，600萬都唔得，你俾400萬啦，400萬真係走，400萬咋，400萬啊，萬事好商量啊！唉，我好難過。唔緊要啦，我一直支持你，陪住你㗎。我真係好難過啊！唔緊要，冇事㗎。個男人之前喺度扮晒蟹，吹到自己幾叻咁，依家又喺度扮脆弱喎，我真係唔知佢想點嘅。誒，乜咁啱嘅？係你啊？誒，又係你啊？你又喺度等人啊？誒，又係你啊？一齊咯。好攰啊！真係邊度都唔想去。佢好高，好靚仔，好溫柔。真係我命中注定嘅男一啊！呢個我男朋友啊，係咪好靚仔咧？